为了方便消费结销，减少纸类发票来做环保，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持续推广分段发票的使用率。其中，台南分局嘛举办音乐录影带竞竞比赛来选择，经过初赛入选20部影片。分局表示，透过学生无限的创意，让大家了解消费发票欠分段，对了环保嘛避免得漏税等好处。因为我们要鼓励青年才子用那个云端发票哈，就是使用载具里面，那可以节能减碳。就是说，你用在载具里面，那你就不要拿到纸本发票。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目的，所以我们就鼓励这个的 MV 创作比赛哈。那期望这些的学生可以透过这个的主题，去发挥他们的创意，做一个先导的效果，那达到用轻松愉快的心情，让学生了解说，我们拿到云端发票。用载具它的好处，那也可以把他们的创作给一般的民众了解，这样子。26号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正式举办颁奖典礼，用心创意的影片，给所有入选者满心期待获选。会中以颁发前4名得主，主要由南台科技大学动画系2年级学生摕下首奖5万块。我一开始决定要做这个时候有点紧张，因为怕时间不够，就是利用课余时间，然后我们2个就是一直讨论，然后遇到问题就一直修改。然后还有所以做决定是用插画动画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读相关科系，应该说就是第一次制作，所以就是有一些上课没教的事情，就是上网自己去查，然后学到很多新的一些技巧之类的。根据了解，南区国税局推广分段发票的使用率已经达到38%，将持续以多元行动活泼的选择来提高发票欠分段的普遍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